有好多人都問我帶貓貓移民去澳洲會唔會好麻煩？其實最難嘅唔係手續，而係我哋差啲就帶唔走小豹啦。今日想同你哋分享一個我哋非常之驚險嘅經歷。如果你都係養豹貓嘅話，呢段經歷你一定要聽下。件事就係發生喺2024年12月，有一日我哋突然之間收到一封嚟自澳洲部門 DCCEEW 嘅電郵。呢一個部門你就當係澳洲環境嘅守門員，佢決定俾唔俾一啲外來生物進入澳洲嘅生態環境。而呢一封電郵裏面寫住一個令我哋非常之震撼嘅消息，就係從2026年嘅2月28號下晝5點鐘開始，所有嘅豹貓都將會被禁止入境。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我哋都好 panic，因為諗都冇諗過無啦啦澳洲會收緊政策，覺得豹貓對生態環境會造成威脅。我哋當時嘅移民 visa 都仲未批，真係令我哋非常之着急，因為我哋好擔心唔可以喺限期之前幫小豹申請移民。如果所有嘢都趕唔切嘅話，即係代表小豹將會永遠都冇得再入澳洲境。但係而家諗返起，都覺得真係可能係天意。好彩喺2024年年中嘅時候，我哋曾經有擔心過小豹會入唔到澳洲境，所以曾經主動 send email 去問過當局。冇諗過佢哋竟然留低 record， 喺政策改咗嘅第一時間，會專登 send email 通知我哋呢一班潛在嘅申請者。喺 email 入邊有提到，如果我哋想要帶小豹入澳洲境，就必須當時喺 email 度同佢哋申請特別豁免，而且小豹需要喺 deadline 2026年2月28號5點前到澳洲。如果唔係呢一封 email 嘅話，小豹真係未必搭到呢一班尾班車去澳洲啊！仲記得嗰段時間真係非常之難捱，每朝早起身做嘅第一件事就係會碌下個 mailbox 睇下有冇 visa。真係好彩，冇幾耐之後我哋就真係有 visa 啦。之後我哋就即刻預訂咗機位，趕住喺 deadline 之前帶小豹踏上澳洲嘅土地。可能豹貓真係特別聰明，我覺得小豹都知道我哋將會同佢一齊去澳洲。做咩啊？好想出街啊？有咩時候想出街呢？點解喎？好悶啊屋企。你想去邊度玩啊？係搭飛機好冇？係咪搭飛機？好啊！咁你入籠咯，好冇？你入去個籠度啦。咁我哋就搭飛機去澳洲啦，好冇？好冇啊，小豹？好啊！好就過嚟啦，去澳洲啦！去澳洲啊？係啊，係啊，好啦好啦。好多人都會問我哋，究竟要將小豹同埋倉貓從香港帶去澳洲，究竟要經歷幾多重關卡？其實澳洲係世界上面對寵物入境最嚴格嘅國家之一，尤其是係對於 Bengal Cat，程序都有少少複雜。本來我哋打算自己去搞寵物移民，因為其實根據澳洲官網，佢都有 step by step 好清楚咁樣講究竟要點樣做。不過後來我哋做咗 research，發現原來幫寵物搞移民最困難嘅部分就係訂機位，而且都見到官網上面講明呢一個係非常之複雜嘅過程，最好咧都係揾翻相熟嘅 agent 去搞。咁所以到最後，我哋就決定咗揾寵物移民 agent 幫倉貓同小豹搞移民啦。倉貓同小豹嘅移民步驟都比較多，所以我哋都有預起碼8個月嘅時間做準備。
因為我哋揾咗寵物移民 agent 啦，所以成個過程咧都唔會太痛苦。文件上嘅嘢咧，我哋都非常之放心交俾呢一位 agent 去做，因為其實佢對於寵物移民咧都非常之有經驗，而且都有成功個案係將豹貓由香港運去澳洲。而我哋要做嘅呢，就係要帶倉貓同小豹去睇獸醫啦。前前後後我哋都去咗幾次嘅，分別要做嘅嘢呢，就係要植入晶片啦，需要揾獸醫做體外驅蟲啦，要打 rabies 針啦，另外都要打完針之後呢，做翻個抽血睇個驗血報告。搞掂晒所有步驟同文件之後，就係等上飛機啦。我哋幫倉貓同小豹就訂咗 Qantas 嘅航班。直接會飛去墨爾本，到咗之後就有專人接佢哋去墨爾本嘅隔離中心度隔離至少10日，冇問題嘅話，我哋就可以接返佢哋啦。仲記得倉貓同小豹搭飛機嗰一晚，我哋都瞓得唔好，keep 住都有起身望下個電話，check 下嗰班航班究竟飛成點，究竟佢幾時降落。直到我哋收到隔離中心通知，倉貓同小豹已經成功抵達。我哋嗰陣時候先至放鬆一口氣。而家見到小豹喺澳洲陽光下面懶洋洋嗰個樣，同埋喺草地上面開心到震晒條尾。再諗返起嗰陣時，2024年收到嗰封電郵，真係覺得好險，差少少，小豹就永遠都入唔到澳洲境啦。跟住，我想同準備移民嘅朋友講，如果你哋都有寵物，記得一定要早啲同官方部門查詢，留一個 record， 因為你永遠都唔會知道政策幾時會變。接住落嚟就帶大家睇下倉貓同小豹喺澳洲同我朋友屋企啲貓貓初次見面嘅火爆畫面啦。攤喺地下嗰隻白色泡泡嘅叫做 Puppy， 另外一隻叫做 Cassie。仲有呢一隻本身好大膽，但係俾人拎走咗一粒蛋蛋之後變得勁細膽嘅小 Crumbs。你做咩好嬲啊？做乜？全部粗口嚟，如果可以翻譯嘅話，全部都係我。唔好嬲啦，食跳跳啦。佢冇心機食啊！佢全程都係望住其他貓，佢鬧你。